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1月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9篇第1节到第5节，30节到36节，出埃及记30章22节到38节，使徒行传22章第2节到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归主。有一首圣诗，它的首句的名字叫做为主来做他的见证。歌词谈到为主来做他见证，主是最好的朋友，用主的爱来传扬，让人羡慕承受。副歌是这样说：为主来做他见证，荣光救主耶稣。用为主来做见证，荣光救主耶稣。第2节的是这样说：为主来见证，应该欢喜出来传扬救主大爱，替我们来舍弃生命。第3节，为主来做见证，我们应该要爱惜光阴。若不尽力来见证，永远不会安心。第4节说，为主来做见证，信他罪得洗清，每天勇敢来向前，到最后会到天庭。为主来做见证是基督徒应当要做的一个生命展现，就如同新约的新的诫命令我们，他说：如果你们彼此相爱，众人因此就知道你们是我的学生。这就是基督徒生命改变归主的见证。基督徒的生命要按照主的教导、律法要求来做，因为这样的生命实践就是基督信仰的见证。在旧约时期，摩西上帝透过他来颁布了诫命，要让人去遵守。这诫命当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圣殿敬拜的规范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了2种东西，就是圣油与香的做法。这部分对现代基督徒而言是比较生疏的事情。我们从经文出埃及记30章第22节的开始的经文看到，他这样子规定了，标题写着圣油的制作。上帝对摩西说，要拿上等的香料、流质的没药6公斤，香肉桂3公斤，香菖蒲3公斤，和6公斤的桂皮，都按照圣所的规定之标准重量，加上4公升的橄榄油，用调制香水的方式制成圣油。要用这圣油涂抹我的帐幕、约柜、供饼桌和桌上一切的器具，灯台和一切的器具，香坛、烧化祭和坛，一切的器具，一切洗涤的盆和盆座，要奉献这一切，使它完全圣化。凡接触到的人或物都会被神圣的威力所伤。要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涂抹圣油，封立他们做祭司侍奉我。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民，世世代代你们要敬拜我时，用着圣油，不可把圣油倒在常人身上，也不可应用同一处方配置同样的油。这油是圣的，你们必须以它为圣物。
若有人配制同样的油，或用这油来涂抹祭司以外的任何人，他必须从我的子民当中除名。我们也在从出埃及记第33章33节到38节的经文看到香的做法。出埃及记30章33节到38节，他说：上主对摩西说，要拿下列各样芬芳的香料：苏合香、香罗、白松香和纯乳香，分量相等，要用调制香水的方式配制，要加上盐，使它纯洁圣化。要拿一部分捣成粉末，带到我的帐幕，撒在约柜前，就是我与你相会的地方。这香是至圣之物，不可用同一处方为自己配制同样的香。它是献给我的圣物。若有人配制这种香，自己享用，他必须从我的子民中除名。我们也在从出埃及记30章33节到38节的经文看到的这个香的做法。圣经记载香的做法，上帝对摩西说，要拿下列各样的芬芳的香料：苏合香、香罗、白松香和纯乳香，分量相当，用调和制作香水的方式来配制，要加上盐，使它纯洁圣化。要拿一部分捣成粉末，带到我的帐幕，为撒在柜前，就是我与你相会的地方。这香是至圣之物，不可用同一处方为自己配制同样的香。它是献给我的圣物。若有人配制这样的香，他就必须从子民当中来除名。事实上，重点不在于制作的方法，而是基督徒的这个的过程当中，必须是分别为圣，归于上帝。这好像在说一个基督徒的生命，必须要分别为圣，归给上帝。如同我们在刚刚过去这个主日所分享的信息归主一样，这样的一个思考。这种分别为圣的要求，从物品的预备的角度来看，我们都需要按照上帝要求的步骤来做，才能保持圣别。再强调一次，重点在于分别为圣的敬拜跟一个归主的生命。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重要，就是像这样子。那我们要去思考如何的归主。基督徒必须要勇敢的去见证自己如何领受救恩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如何活出美好的见证。使徒行传22章第2节到第5节这样说道：他们一听见保罗用希伯来语向他们讲话，就更加的安静。保罗继续说下去：我是犹太人，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却在耶路撒冷长大，在加玛列门下受教，接受过祖先一切的律法，严格的训练，热心侍奉上帝，跟今天在场的每一位一样。我曾迫害遵行这道路的人，置他们于死地。我也搜捕男女信徒，把他们关在监狱里。大祭司和全议会
都能够证明我所说的是实在的。我从他们取得了给大马士革的犹太同胞的信件，因此我到那里去，要逮捕那些人，把他们绑起来带回耶路撒冷受刑。这是保罗归主的整个一个经过。基督徒就是要学习像保罗这样的一个心智，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改变，来见证我们的改变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们继续也看到保罗他的见证，他讲到他归主的一个经过。从第6节开始，他说：当我赶路到大马士革的时候，约在中午，忽然有一道强烈的光从天空照射到我的周围。我扑倒在地上，听见有声音对我说：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我就问主啊，你是谁？他说：我是你所迫害的拿撒勒人耶稣。那些跟随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，但是没有听见那向我说话的声音。我又问主啊，我该做什么？主对我说：起来，进到大马士革城去，在那里会有人告诉你上帝要你做的一切事。由于那强烈的光，我的眼睛不能看见，跟我同行的人就牵着我的手，带我进大马士革。在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他一向虔诚，严守法律，深得大马士革所有犹太人的尊重。他来看我，站在我身边说：扫罗弟兄啊，愿你恢复视觉。就在那时候，我的视觉恢复，我看见了他。他说：我们祖先的上帝已经拣选了你，使你明白他的旨意，得以看见他公义的仆人，又听见他口里发出的声音。因为你要为他做见证，把你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万民。那么你还耽搁什么呢？起来，呼求他的名，领受洗礼，好洁净你的罪。基督徒必须在生活的各方面来见证自己的改变，就如同保罗，他的生命被改变之后，他见证了自己如何的受到圣灵的改变来归主。这样的生命改变是奇妙的，是完全彻底的。保罗见证了上帝如何呼召改变他。我们祖先的上帝已经拣选了你，使你明白他的旨意，得以看见他公义的仆人，又听见他口里发出的声音。因为你要为他做见证，把你所看见的、所听到的告诉万民。那么你还耽搁什么呢？起来，呼求他的名，领受洗礼，好洁净你的罪。基督徒就是要学习像保罗一样，有着初心的热心，有着火热的为主做见证的心志，决意要为主而活，这种坚强的心志。诗篇69篇第1节到第5节，上帝啊，求你救我，大水已经淹到我的脖子上了，我陷在泥坑中，没有立足的地方，我落在深水中，波涛淹没了我。我因呼救而精疲力竭，喉咙焦干，我为了仰望你的帮助而眼睛昏花。无故恨我的人比我的头发还多，
无理敌对我、想除灭我的人多么的强大。他们要我交出我没有抢夺的东西。上帝啊，你知道我一向多么愚昧，我没有向你隐瞒我的罪。我要用诗歌颂赞上帝，我要以感谢宣扬他的伟大。这将使上主欢悦，胜过献上公牛，胜过献上蹄脚俱全的小牛。被欺压的人看见要欢乐，敬拜上帝的人深得鼓舞。上主垂听困苦的人，他不忘记在狱中的子民。愿天和地都颂赞上帝，海洋和其中一切生物都颂赞他。上帝要拯救锡安，重建犹大的城邑，他的子民要住在那里，拥有那块地。他仆人的后裔要承继那块地，爱慕他的人将住在那里。求主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使人一眼就看出我们生命完全的改变。因为圣灵的全能，我们能够判若两人。感谢上主赐下救恩的能力，改变我们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